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江林哥，对咧，奇怪，走去倒啊？李记，阮回来啊！你是！Surprise！ 你别冲啥啦！庆祝啊！庆祝你平安回来！这拢是恁家兄想法呢。对啊对啊，你看拄到这大条的代志，咱拢无代志，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？吼，恁真无聊呢，险啊甲我惊死！庆祝，好啊！安尼你莫做庆祝。来，请坐。噔噔噔，来呀！哇，拢是我爱食的呢。江林哥，这拢你做的哦？当然啊，伊敢会晓煮菜，这要食好无？这是你上爱食的菜花饭，来。这么用心，安尼我嘛有一个礼物要送你。哦，你有礼物呢？对。那，你的礼物？这什么啊？是相机呢？看起来足专业的呢，无俗哦。你捌啥？技术就是要有好的工具来斗相共。头家甲我讲，这台相机功能真好，会当录影，会当翕相。啥款？介意无？安尼你就会用好好去创作。日子，你甲恁家兄真正相对同位气，而且拄家己迄台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袂辜负你的期待。我会甲相片翕了足好看，然后再寄互你。寄互我？对啊，这毋是输的相机，迄落即马拢用寄的，或者是传的，甲我迄台古董相机无共款，拢爱找什么相片馆啊，足麻烦的。多谢。安尼我要输的买着啊。足好诶，紧食饭啦！食饭。稍等，我的吐司边呢？吐司哦，我袂你摕，等下者。吐司边啊，李记，拢已经遮澎湃啊，你搁食什么吐司边？来，你是捌啥？搁较澎湃的菜拢比袂过伊伫我心目中的地位。我嘛食一个。对了，今日喊你这样欢喜，是不是应该来一点吗？是不是应该来一点啊？噔噔，这对吧？对哩，摕我摕杯啊！嘿，来，来，听我滴。
天好甜，丢啊！你到时阵啉酒醉，我是袂爱你转去房间哦。啊，今日就伫厝内啉欢喜啊！你放心，我会家己行倒去房间。哇！到时阵你就啉酒醉，直接困在桌顶。卖废话，紧嘞，上行上。来啊！来啊！干杯！二姊甲林家兄做伙，真正足欢喜的。啊，真正希望林家兄会当留落来。哎呀，莫想遐济啊！今日先互二姊欢喜食饭上重要。你毋是讲去公园行行的，那面色遮歹看？我休困一日就好。啊，是安怎？国雄，你是安怎？国雄，回避！医生，即马情形啥款？起源的心脏病压起来，我拄则已经紧急甲伊注射，即马状况稳定啊。续落来，我会替伊安排进一步的检查。医生，阮即马敢会入去看伊？会用的，伊毋过爱注意，尽量莫互伊的情绪伤过激动。好，多谢医生，多谢。爸，你即马感觉啥款啊？来，无代志啊，免烦恼啦。你哦，拄出来又搁入来病院，到底是安怎？你拄则出去，毋是人阁好好，哪会雄心脏病压起来？前几工就怪，胸坎杂杂。本来是讲找时间看医生，谁知影都压起来啊！你以后要出去散步运动，一定要有人陪，袂当家己出门。家仔，你是到厝了后才压起来，若是倒伫外口是要安怎？好，我知影。我喙焦，替我买一罐水好无？我去买。慧敏，互你妈去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好，恁豆豆讲，我去买。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若雄雄出门，你老实甲我讲好无？我去找詹俊清，你找伊创啥？伊手头有我清亏案乌色证据，伊摕来威胁我。伊讲这件代志若是传出去，我绝对会互抓去关。我去找伊讲。慧敏，免啦，你去找伊讲，会付出代价啦。无是安怎？你即摆身体这么歹，袂用搁入去啊？我拢几岁啊？要关的就互因关啦，只要莫连累着你甲恁妈就好啊。爸，慧敏啊，我即马干那想要确认一件代志，假使你嫁予张友莲，敢会幸福？你若感觉你嫁予伊会幸福，都嫁啦，我袂搁再反对啊。进前，我做毋着伤济代志啊，所为后果。我家己承担，我无话通讲。也毋过你的幸福，
袂当互我耽误。假啦，找一个时间，甲这件代志办办咧，爸才放心。丢啊！答应我，你以后一定爱幸福，爱试看卖去接受亲人对你的关心，莫搁孤单一个人啊！陪我。好，我陪你。有啊，我走啊，考虑足久，还是感觉，敢若我离开，对你才是上好的。原谅我连一声再见拢无讲，祝你永远幸福，江林杰。日子够早。林家兄弟，走，走啊！遐早走去倒？伊只是走。这嘛伤紧啊！昨昏才讲要离开，今日就走啊！伊昨昏甲你讲啥物？伊敢有讲伊要去倒位？无啊！我唔知影。即马上好的办法，就是我离开台湾。你要去倒位？我的手头有一寡雷公犯罪集团，因犯罪的证据，我想要去澳门检举。雷公无互抓起来，危机根本就无法度解决。澳门，伊一定是去澳门。江林杰，你哪会安尼？你哪会安尼？澳门，我上早回林机是9点10分。地址你搁徛咧创啥？紧去机场甲伊掠转来啊！我去讲有路用，伊拢决定要去啊！我昨有看到，伊看你的迄个眼神袂骗人，明明就爱你爱到要死，你嘛是明明爱伊爱到要死，你怎紧去甲伊讲，爱伊留落来，哈？哎呀，日子你搁咧等啥？你即马无去，真正会后悔一世人，紧去啊！紧去！好。后盖过来台湾，唔知影是当时啊。原说，这世人无机会过来啊。喂，
我准备要上飞轮去啊。是的，我想这是上好的决定。喂，喂，你袂当走，我会较受伤啊。受伤？你哪会受伤啊？丢啊！是安怎我无伫的，你就袂晓好好照顾家己？那嘛是因为你，因为我。你无讲一声就走，你敢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啊，我就是为着要找你才跋倒的啊。有安怎无？伤了敢有严重？丢你咧！敢有伫你边啊？你叫伊听电话。真严重，足严重的，而且我即摆有够痛的。丢啊！你，喂，喂。伊敢会伤了足严重的？拄则是毋是昏倒啊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路边下。丢啊！你哪会来啊？你倒会受伤啊？啊？我会记我，你创啥？好丢啊！你根本无受伤。我哪有无受伤？我受伤的是这，你当然看袂到。你凭什么连一声再见拢无讲？丢啊！你敢知影你在讲啥？我是一个骗子，跟我阿兄无共款，我只晓。看啦，这个人在看呢。迄有啥物要紧？我真我家己安有啥物问题？我警告你，袂当走。丢啊！你当时变甲这尔厚面皮？甲你学呀？行。有你伫厝诶。林家兄，二姐甲你追回来啊！伊是毋是在机场甲你表白？你在后白讲啥？什么表白？我就是在机场快要袂走就甲伊带回来啊！干嘛呢？我就爱困诶，我来困啊！你嘛足无意思诶！昨昏食饭遐欢喜，结果咧，无讲一声就走，不甲我心内敢若有一点仔唔甘。好啊，对咧，是咧，好无？哎哟，我有巴肠袂计较，是讲阮二姐甲你讲啥，你才对转来。囡仔人问遐济创啥？这是秘密。哼，免你讲，我嘛知影。阮二姐一定是目屎流、目屎滴安尼，讲恁假，你莫走，留落来，对不对？是毋是？有安尼无？你等下就甲你表演的这段，甲恁二姐讲，我是要看伊听到的表情。我唔敢，我安尼会互拍。哎呦，甲我讲啦，安怎讲？我嘛是见证恁感情的人呢。我讲恁家土，这世人骗遐济人，最后也是败在恁二姐这个查某囡仔手头。伊直接甲我的登机证抢走，然后拆掉，我无法度上飞机接当回来啊！真还是假的？吼，阮二姐这步有够凶。也毋过你老实讲，你是毋是毋甘阮二姐？安尼就好好做伙啊！我听阮大姐讲过，这两个人互相意爱，什么难关拢会当克服。其实
我会做这个决定，嘛是考虑足久的。上主要的，也是烦恼恁日子安全。虽然爱丽丝疯掠起来啊，也毋过雷公的势力也是足大的。我烦恼有一天会转来找阮麻烦，这一件足互人烦恼的。所以啊，我咧考虑，讲要甲恁日子讨论看卖，先搬去外口住，安尼较安全。搬厝哦，会当搬去阮兜啊！你敢袂想想这？恁爸遐尔讨厌我，啊袂入去恁兜，伊就直接甲我赶走啊！哎呀，先莫管阮爸迄关，即摆上重要的是阮日子安全。教我这个张家小宝贝，毋知影即摆感觉是啊，毋管啦，互你教我啊，我一定互恁住咧张家。就麻烦你啊，张家小宝贝。我先整理物件。各位，替我把这资料送去议长迄边。好。慧敏，那有闲来遮？我敢要找你讲一个。你去内底讲啊。后个月5号青葵案开发案的动土典礼，想要邀请你甲陈阿伯做伙来管理，这是邀请卡。这客气创啥？搁专工走一撮，打电话通知我就好啊，我一定会到。你去找阮爸的代志，我拢知影。安尼啊？敢讲代志真是无参详的空间。你敢一定要甲阮饲家当作是敌人？我从来无甲恁饲家当作敌人，我颠倒甲你当作好朋友。请你莫讲一套做一套，好无？我若真正要甲恁饲家母合倒，我何必替你解决青葵案的问题啊？我自一开始就莫管，互青葵案无法度过关，安尼就好啊。那安尼你为啥要提出来威胁阮爸？迄是因为恁爸明仔伊选袂调，选硬要出来选立委。用这款互相伤害的方式，想要把阮爸救来，阮陈家袂当无想办法自保。慧敏，咱两家有同款的支持者，所以当初你要选议员，阮陈家退让，后来是你不爱选啊，我才出来选。咱拢真清楚，到时要竞争，对双方拢是伤害。我去找恁爸，是要考劝伊退出，毋是要互伊封掠去关。所以只要阮饲家退出政治界，恁陈家无对手，就会当无顾虑合法发展性。老实讲啦，阮爸甲伊当来朋友是安尼想的，也毋过我并无安尼认为。我感觉只要咱两家合作，一定会当创造双赢的局面。我之前毋是甲你讲过，咱是同一款人。咱应该做伙作战，毋是变做敌人。我讲过啊，我无想要。迄毋是你真正的想法，你只是为了配合张友莲尔。恁爸迄寡乌色资料，我会压落来，无爱传出去。也毋过我毋敢保证，我会当压偌久。阮爸遐个朋友，当咧找机会，想要利用这个资料。甲饲家母学倒，除非你会当甲我徛咧同一边，那阮陈家都无理由对你饲家出手。慧敏，我会甲你斗3工，就一个理由，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只要你是我的朋友，我就袂互你受到伤害，我会保护你。我还有代志，先来走啊。
喂，喂，慧敏，恁爸出来，我拢还未去拜访伊，隐瞒过去敢方便？我今日就无用的呢。哦，林刚才讲啦，你是安怎？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啥啦，就是公司出一寡状况，我感觉足烦的。我了解，我最近嘛是因为公司的代志真烦。莫讲这啊，恁爸妈的身体好无？敢毋需要我斗相共的？唔免啦，我家己会用照顾因啦。我还有代志，我先来无用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你的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你来创啥？来看我的笑话哦。爱丽丝，我从来无甲你当作敌人，一点仔拢无。毕竟，阮自细汉时阵就熟识啊。迄个查某到底有啥物特别的？互你报告一切想要留伫伊的身躯边。你嘛知影，我因为阮妈的关系，一直无相信查某人。毋过对于我无共款，伊坦白、调直，因为实在伊，我过去迄种治面具骗人的日子，敢若拢消失啊！是互我感觉到，原来是我这款人，嘛会当得到幸福。Alice， 我是真正想要一个家，所以我无法度返去以前迄款生活，搁较无法度忍受有任何人伤害对我，所以甲你送来遮，我真实的。这句是的，我无稀罕，你家己留下用啦。你是啥物卡笑，你家己最清楚的。你甲伊是两个无共世界的人，做伙是袂幸福的。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后悔。敢会后悔，我毋知影。毕竟迄是未来的代志。我敢若知影，会当甲伊做伙，我就无遗憾啊。你保重。多谢。爸，慧敏啊，我甲你介绍者，这是立德建设的工党。工党你好。哎呦，这位就是高雄兄，真水阁真傲的查某囝啊！哈哈哈哈！多谢工党，慧敏，你坐啦，我甲工党有话要讲，你做伙听。好啊。工党，那呢我的提议，你感觉啥款啊？哦，这哦，青亏案我是有兴趣啦，
也毋过你开100亿，伤济啊啦，我食袂落来啊。江东，你讲，什么款的条件你会当接受？毋是我挑工要甲你抬价啊，清亏案哦，对以前到即马拖遮尔久，已经无当初的价值啦。佮加上我接手爱处理一寡眉眉角角需要用钱的所在哦，这吼拢爱算在成本内底啊。江东，虽然清亏案推了真久，也毋过所有问题拢已经解决啦。连上困难的款评嘛通过啊！这个时阵接手根本是等咧挂条仔尾啊！其实哦，我坦白讲，我本来只想要开50个，也毋过因为甲各乡兄是老朋友啊，所以我开到60。无安尼啦，恁哦出去探听看卖，假使哦有人愿意用这个继续接手，我愿意让互伊，我绝对袂甲伊抢，好无？先安尼啦，高雄兄啊，我先来走，你要保重身体，好好休困。多谢。好，孙健，咱再个联络啦。爸，为啥要找人接手啊？我爱做上歹的拍算。我若搁入去坐家，我无甲公司处理好，无甲 case 处理掉，我会拖累你甲恁妈。这人来讲是要创啥？这个问题我会想办法解决啦。你免哪解决啦？你一个人敢有法度对付展家？然后你就要结婚啊？你要去做长家新妇，公司无人管啊。清亏啊嘛是共款，趁伊还阁有价值的时阵，赶紧找人接手，换现金才是上界实在啊。就算要找人接手，嘛袂当安尼先糟蹋咱的心血啦。迄是你打拼遐尼侪年的事业呢。拄则迄个工党，根本就是看咱世界细力无参像以前共款，开遐尼家计小不了咱。这都是现实啊！等我搁去坐家，代志干来愈变愈严重啦。我还想看卖咧，安怎做才会当互你甲恁妈以后日子较好过？卖等公司无啊，case 做袂落去啊，都真正气了了啊！爸，我袂互你入去坐家，我已经去找过陈俊清啊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你去找伊创啥啦？慧敏啊，你千万唔通做戆代志哦！你袂放弃你甲幼莲的婚事吼？即马毋是敢要坐家的问题，为着妈，为着起家的事业。我是无可能放下一切就走去结婚的，我一定要救咱家。为着这个家，不管付出偌大的代价，我拢甘愿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好想回到那天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明仔就要跟内地签约啊！即个咱刚才摕到30%的订单，处理的失水又搁歹做，若是做会当讲是无利润，你感觉同款要接是无？了钱也是爱食，内地是大品牌，袂当凊彩放弃。只要咱互内地看到稳定的品质，还使明年阁有机会讲合约。而且美国来这拄成立，就做遮尔大的单，上好拢袂出问题，无咱拄好会当接手啊。你考虑了真周全。好，明仔你就代表公司去甲内地签约。敢不爱互张友联去？伊最近毋知伫咧创啥，所有代志要甲乱七八糟，就无爱找伊啦。也毋过伊为着争取内地这份合约嘛，做真侪代志啊。讲到这我就生气啦！10几年的合作，差点让回母害去。若毋是有你出来补救，连迄30%嘛补袂掉。
我希望会当学着教训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合约就你去签啦。好，我知影，安尼我去报应。我替你转接。总监，好，无问题，当然无问题。我办代志你放心。好，我替你记录一下。阿炳，总监，还有啥物代志无？敢有文件需要我签的？报告，无啊。好，安尼我先下班啦。总监顺行。恁头家最近足闲的，大家拢准时下班呐。你搁问，一寡业务拢走去恁头家迄边啊？嘛对啦，最近陈总监负责的代志变济啊，我嘛对你变无用啊。为早起到暗时，会议一个接一个，暗时我留落来整理资料，大家拢一直催我，哼，对啊，我今朝阁无准时下班啊。小等下，你是咧怨叹还是咧等风神啊？那会感觉你足欢喜的？敢无？你的喙角拢走去头壳后壁啦！哎哟，你嘛知影，我这个人哦，就是真享受互大家需要的感觉。你知影无？即马我伫这公司，大家看到我就讲，欣欣姐，这麻烦你处理一下；欣欣姐，这麻烦你较灵。重点是，陈总监讲要互我升官加薪。什么？升官加薪？对啊。总监讲，等这个无用煞了后，就要主动向公司提出，好好奖励我这阵仔的辛苦。奈何空的拢伫你遐啦？无法度啊！即马董事长哦，拢甲工课交互陈总监处理。总监伫咧公司的地位变悬，我的待遇当然嘛愈来愈好啊。老董事长啊，张总监为着摕到内地的合约，迄个时阵嘛是逐工无闲甲无暝无日，阮无功劳嘛有苦劳啊。是讲吼，我感觉张总监嘛才是足厉害的，将来要听伊爱一声。这你都毋捌啦，阮查甫囝拢是甲苦吞入去腹肚内，安尼，即个无闲煞了后，你看我的腹肚，愈变愈大。是，这订单我会当马上处理好。我要讲完呢。我办代志你放心。佫需要啥物？无礼貌。无问题，这款式拢卖得足好诶，你绝对会满意。这对我送者，哈。阿妈。有人转来哦，今日来这早哈？公司无啥物代志，我就先回来。哦，是哦，来这啦，来这。这，来，陪阿妈开讲吼，陪阿妈开讲。阿妈知影讲你最近伫公司有发生一点状况啦，所以吼，甲恁老爸关系无好。一定吼，因为我讲婚嫁的代志吼，恁老爸才会对你无欢喜啦。早知影会安尼吼，我就莫讲啊。唉，是讲无要紧啦，阿嬷吼办一个自餐，大家来食饭吼，当面甲话拢讲个清清楚楚，安尼就无代志啊，哈。嘿嘿，搁再讲，咱兜嘛足久吼，无规家伙做伙食饭啊，哈。阿嬷，我感觉还是先卖自餐啊。即摆自餐这个气氛无甲搁较歹。阿嬷知影你的心意啦，也毋过我是烦恼讲，你甲恁老爸
搁安尼继续落去，关系愈来愈歹啊！恁老爸个性你嘛知啊？虽然讲哦，你是张家大囝，毋过总嘛是4岁啊！你着较忍耐的啦，恁老爸气煞，安尼就好啊，哈！自细汉我就认为我是大囝，所以厝内代志拢爱承担。因为我了准厝内需要我，公司需要我。结果我这阵啊，雄感觉，感情是我想的安尼。即马爸甲我大部分的工课拢交互别人，公司嘛共款好好。若厝内搁较无需要我。我袂讲，阿嬷需要你啊！你是阿嬷的心肝宝贝大孙呢，你的兄弟姊妹嘛需要你啊，因为你是大兄啊。还有公司啊，伊嘛需要你啊，因为你是主管呐。对啦，即马你甲慧敏啥款哈？我本来即个自餐嘛想要叫慧敏来。我甲伊有一阵仔无见面啊，伊嘛在无闲。恁无代志吼？有冤家无？无啊。无就好啦哈。讲到这吼，我就是着文琪甲交还，因两个人吼，早就分手啊啦。我知影吼，我嘛无爱念因啊，较免阁嫌我啰嗦啦，所以我就假做毋知影啦。有人啊，阿嬷嘛无想要逼你啦。我心肝内敢若希望你甲慧敏两个人吼，会用安尼永远拢一切顺利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多谢阿妈，阿妈，你免为我烦恼啊。我先去了。去。无啦 ，pass。有影无？吼，白是你饲的哦，是安怎落在你遐？在阮兜当然是我饲的啊。小华。拄好，你袂耍，我想要休困啊。对咧，莫耍啊，互恁日子休困，赶去洗身躯啦。等一下啦，我一局拢还袂赢，恁兜嘛无左右，干那即种有够古早的科技棒。你哦，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有大美女陪你耍，你搁遐尔啰嗦。这句话是重点。倒位有美女啊？阮某是美女啊，而且阁是超级大美女。我真正要挡袂牢啊 ！Oh my god！ 搁咧想讲你要经到当时，结果即马当干袂甜，甲我当作空气，真正是爱情的力量足伟大吼！好啊啦，对咧。我要去倒粪扫，不爱甲你讲啊。林家兄，我陪你去。丽姐，我要去买饮料，你要啉啥？不要紧，买。行，你要去哦？系啊。互你摕。来去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姐夫，你甲阮二姊拍算就安尼继续落去哦？无咧？啥物无咧？恁拢真正做伙啊，就应该爱像翁仔某啊！你看恁，伫我面头前顶阮爱，阮二姊就歹势甲安尼。你是因翁婿呢，毋是伫头前啊？你是捌啥啦？阮两个即马才算是真正开始伫谈恋爱。阮要享受迄种甜蜜的恋爱感觉。甜蜜的恋爱感觉，我真正是看袂落去。你要享受，伊也会当好好享受。重点是拜托恁紧像一对翁仔某。搁有，阮爸迄关你早晚拢爱面对。这真正是一个问题。我嘛希望恁日子紧甲恁爸好好。要毋过安怎想拢想无办法。对咧，你注意较济，你听想看觅。最后还是爱靠我这个头壳。我想看觅，阮爸去阮二姊是因为恁哥结婚，安尼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交阮二姊，搁互你骗。只要证明你毋是假结婚，是互相意爱就好啊。这毋是废话，我就是毋知要安怎证明啊。证明毋是用嘴讲，
爱用做的。做？安怎做？去我的房间困，啊？以后莫困碰影。敢有看到迄扇门顶面的市灯叮发光啊？你永远袂当困你的房间。政治是我上喜欢的代志，我无想要放弃。慧敏本来就是巧巧人，伊嘛真清楚，我才是会当决定因饲甲生死的人。你明明就知影我的亲人无希望你转去做政治。李友莲，你敢真是想要吵我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它飞得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